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18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東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41天，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41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41天。根據這個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8日凌晨，伊朗多個地點傳出爆炸聲，南部西里克周邊地區和拉雷斯坦地區、中部雅茲德和西南部的胡齊斯坦省阿瓦市周邊多地遭美軍襲擊。說稍早前，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說，美軍於美東時間17日15時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這是連續第7晚採取此類行動，旨在繼續削弱伊朗軍事能力。這是新華社報道的。按照新華社的說法，那就是美軍對伊朗全境已經不光是南部或者北部了，它這西部都在轟炸，都在美軍打擊範圍之內。美國中央司令部宣布結束了連續第7晚，這個療程還是非常充足的。一個療程是7次打擊，連續7個晚上對伊朗的打擊行動。該司令部還發布了美軍打擊伊朗的視頻。視頻內容包括從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上發射的這個戰斧巡航導彈，以及超級大黃蜂戰鬥機從布什號航母上起飛執行打擊任務。視頻中可以辨認出目標包括一座通信塔和一條道路。網上有視頻顯示，伊朗通往阿巴斯港的這個運輸石油的大橋已經被美軍炸斷，這個路上大量的油罐車被堵在路上。前面那個橋被炸斷了。伊朗南部霍爾木茲干省港口城市哈密爾港居民今天也是7月17號拍攝了一段視頻，顯示位於該市的卡胡雷斯坦大橋因美軍夜間空襲嚴重受損，據稱至少造成4人死亡。霍爾木茲干省省長表示，美軍最新一輪襲擊造成當地共8人死亡，19人受傷。伊朗媒體報道，在這輪美軍襲擊中，伊朗多地至少5座橋梁被炸。此外，機場、鐵路以及電信設施等民用基礎設施也遭到受損。也就是我昨天說的，特朗普這家伙是兵不厭詐，他說的是下周打擊伊朗的這個橋梁和道路，然後再炸電廠。結果你看，他周5就開始炸這個伊朗的橋梁，這叫兵不厭詐，出其不意，已經開始炸橋梁了。伊朗很多橋梁被摧毀。從晚上9點半一直炸到凌晨4點，美軍擊中了數十個伊朗軍事目標，如沿海監視和防空設施、軍事後勤基礎設施，這包括橋梁和海上能力，包括那些造船廠。美軍使用的武器包括戰機、無人機和遠程巡航導彈。這是美國連續第6個夜晚對伊朗發動打擊。伊朗方面稱，美國的空襲目標包括伊朗沙赫爾機場、連接班達阿巴斯和施拉子的橋梁、班達爾阿巴斯的一座火車站。伊朗媒體甚至還說多枚導彈擊中了伊朗霍爾木茲干省賈斯克地区的電力設施和海水淡化壩。當然，這是伊朗媒體說的，美國人沒有說，是不是暗示特朗普已經開始擴大了對伊朗民生設施的打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宣布，他說有2艘油輪在剛才試圖使用霍爾木茲海峽南部的非法航線通行時，與伊朗水雷發生了親密的接觸，並發生爆炸。你說這個伊朗人缺德嗎？他跑到阿曼那一側放水雷，讓油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岸南線，也就是阿曼那一側的時候，那就充滿了風險。這還是革命衛隊自己說的，2艘油輪觸碰了水雷爆炸。但是這個美軍否認了。美國中央司令部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聲稱2艘油輪在霍爾木茲海峽國際航道撞上水雷後爆炸。他說事實像大多數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聲明一樣，這是不真實的。也就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否認了有2艘油輪在那爆炸。那麼革命衛隊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實際上就是嚇唬這個油輪，你不能走阿曼那一側，走阿曼那一側很有可能有不測發生。但是美軍就否認走阿曼這一側是安全的，不要怕，就這意思。双方還是對霍爾木茲海峽的這種掌控。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還發布消息，他說美國恐怖分子軍隊的行動和裝備均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海軍部隊的監視，美國人正越來越接近對該地區海域中央司令部海軍部隊發動軍事行動的0點時刻。
敬請期待。你什麼意思？你美國海军在霍爾木茲海峽、在波斯灣一舉一動都在美國都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卫队海軍的監視之下，也就是你逃不出革命卫队的法眼，了如指掌，一舉一動。对此，美國人也否認。当地时間17日，美國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称，美軍於16日摧毀伊朗查巴哈爾港的一處監視塔。聲明稱，該設施是伊朗沿阿曼灣海岸部署的海上監視網絡組成部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數十年來利用該網絡追蹤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業船只。中央司令部表示，摧毀這座監視塔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將更難鎖定和攻擊民用船只，也有助於確定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運通道之一保持暢通與安全。什麼意思呢？前面伊朗的革命衛隊說了，我們海軍在密切監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船只，包括美國的海軍。後面中央司令部就宣布，我把你們眼睛給倒瞎了，一個島嶼上的一個監視塔被徹底摧毀。你看，雙方是針鋒相對。美國和伊朗不僅是認認真真的拳拳到肉，嘴上也不能饒過，也要占上風。那伊朗反擊那是必須的。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布視頻，顯示當地時間7月17日凌晨起，革命衛隊為回應美軍最新一輪侵略，在代號納斯爾2的軍事行動中，對地區美軍目標展開多波打擊。革命衛隊稱，打擊了美軍在敘利亞坦夫軍事基地的特種作戰指揮中心，摧毀一套雷達系統，多架用於特種作戰的直升機，造成美軍人員傷亡。打擊了美軍位於科威特一處基地的雷達、多個武器庫、2套高機動性能火箭炮系統、海馬斯及部分彈藥。這處基地被大火吞噬。打擊了阿曼境內的美軍海上監視雷達和空中監視雷達，分2階段使用多枚彈道導彈和多架無人機，對部署在約旦的美軍戰機、加油機發起打擊。摧毀了多架美軍的加油機和戰鬥機，並造成大量軍機嚴重受損。對於卡塔爾和美軍烏代德空軍基地的發動突襲，美軍一套遠程雷達系統及多架空中加油機被徹底摧毀，另有數架軍機嚴重受損。這都是伊朗口頭上取得的戰果。這次很奇怪，伊朗打擊了敘利亞，說是美軍的一個叫坦夫基地，並且造成大量美軍傷亡。網友都知道，伊朗打擊成果那全靠PS， 全靠自己腦補，因為他導彈無人機發射出去，飛哪愛飛哪兒飛哪兒。總之，在伊朗人的導彈和无人機飛出伊朗之後，他的戰果就已經公布了，戰果就開始編了，開始電視上就開始宣傳了，開始往山洞裡送，要給最高領袖要讓他知道喜悅，成功發射就是勝利。至於最終打到哪兒，那肯定是美軍基地，還用問嗎？炸了什麼東西啊？加油機、雷達、導彈發射車。當然還有大量的美軍士兵，那這個戰報很好編啊，比較好寫。但是我們這次要說的是什麼？要說的是，他這回是把導彈無人機飛向敘利亞，還說炸死了很多叫從坦夫基地的美軍人員。但是問題是什麼？當然了，這個衛隊那肯定是一如既往的謊報，是吧？又是炸死美軍了，摧毀了美軍的這個裝備。當地時間7月17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宣稱，伊朗對美軍駐敘利亞坦夫軍事基地的特種作戰指揮中心發動了報復性打擊。根據革命衛隊的消息，此次打擊行動是由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執行。除了摧毀一套雷達系統和数架直升機外，此次行動還打死了大量美軍。這問題在哪兒？問題是，當然了，這個革命衛隊他也不知道，對不對？他也看不到，他怎麼確認？他沒法確認。最主要是什麼？最主要是美軍早在今年2月份。就完成了從坦夫基地的人員與裝備撤離，就美軍早就撤了，已經走了，這個基地移交給朱拉尼了，人美軍都走了，這把地方這騰出地方啊，交給朱拉尼了。你這不是扯淡嗎？這不你就是懶子，你編這些東西，好歹把新聞看一下，對不對？人工智能搜一下，那兒都沒有美軍了，美軍都撤了，是朱拉尼的，是敘利亞的過渡臨時政府在接管。那你說衛隊這回鬧了個大烏龍，在一個沒有美軍基地打死了大量的美軍，還有美軍的裝備，所以說這一下編戰報給露餡了，差評。你編戰報好歹認真一點，這是第一個。這第二個，那他打敘利亞的基地肯定是真的，這個就有意思了，這就是衛隊厲害的地方。
他說我打的是美軍基地，實際上美軍早就不在了，但是他真的把敘利亞那個地方給打了，這是為什麼？實際上這是衛隊在報復敘利亞，但是他也裝糊塗是吧？我打的是美軍基地，我不是打你們敘利亞，因為這個話說不出口，他沒有理由說明着報復敘利亞，但是暗中使壞，對不对？我就借着打這個美軍基地的名義把你敘利亞炸一遍，這沒毛病。那他為什麼要炸敘利亞？實際上就是跟最近發生的這些地緣戰略、地緣關係發生變化有密切的聯繫。前2天敘利亞不在跟伊拉克邊境查獲了大量的走私的軍火嗎？網上有視頻，敘利亞的軍隊在跟黎巴嫩交界的地方，檢查站查獲了大量的伊朗運往黎巴嫩真主黨的武器。這個武器包括什麼？包括數百架無人機、導彈以及各種武器的零部件。那這個零部件放在什麼地方？它是放在那個大的油罐車裡面，油罐車裡面拉的不是油，而是大量的軍用物資。這就是伊朗人幹的事，恐怕他是常年通過这種方式往這個黎巴嫩真主黨運送武器。而敘利亞實際上肯定知道，但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一回為什麼敘利亞認真了呢？那是因為特朗普在那兒不停的朱拉尼戴高帽子，給朱拉尼錢，給他好處，讓朱拉尼你對伊朗和真主黨下手，所以朱拉尼他就真出手了，認真了。人家一認真，立馬把伊朗運往黎巴嫩真主黨的這些武器裝備全給查獲。一查獲，朗子他也不能直接公開批評朱拉尼，因為他不承認給黨有什麼支持或者援助。這伊朗他不光明正大的承認，所以這話不好說。他也不能說你朱拉尼你查獲的那東西是我的，他也不能說，所以他吃了個啞巴虧。那既然革命衛隊吃了個啞巴虧，那反正我也假裝那地方是美軍的基地，我也給他炸一遍，說炸死了美國人。這就是朗子這種6000年文明，我炸不着美國，我炸不着以色列，炸不着你，我還炸不了敘利亞，是吧？我老虎不發威，你還當我是病貓是嗎？所以說衛隊才會炸這個敘利亞，說我炸死了美軍，實際上讓這個敘利亞也吃個啞巴虧。那接下來就看朱拉尼有什麼動作，是吧？來而不往非禮也，你既然對我動手了，那我是不是也要表示？所以你看中東這個局勢是不是越來越亂套了？特朗普這一招叫驅狼逐虎，是吧？玩的還賊溜啊！看樣子沒少看三國。特朗普也欠我一個會員。朗子現在突然發神經，把他和伊拉克邊境接壤的地方庫爾德武裝給揍了一頓。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伊朗軍隊炸毀設置在山嶺的多個庫爾德分離主義武裝基地和彈藥庫，山上彈藥庫被炮彈擊中後發生大量的二次爆炸。蘇萊曼尼亞地區的庫爾德分離武裝彈藥庫也被伊朗軍隊摧毀。伊朗正在對伊拉克蘇萊曼尼省境內的受美以支持的庫爾德武裝發動大規模襲擊，多處點抄襲並燃起大火。什麼意思？我前2天說了，美軍現在有目的的在轟炸伊朗的陸軍地面部隊，還有什麼92師的，还有什麼坦克師什麼，這就是那裝甲部隊。美軍現在有計劃的在打擊這個地面部隊。那打擊地面部隊很有可能是什麼？那就有可能美國要發動這個地面進攻。那地面進攻很有可能，他美軍第一波美軍自己不上，也有可能就讓別的部队上，其他的比如說庫爾德武裝，美軍很有可能武裝他們，給他們武器。讓他們從伊拉克那一側進攻伊朗，而且伊朗境內也有庫爾德武裝分離勢力，所以這麼他們一合流，那對伊朗那就是大事了，把伊朗的大門給敲開。那正因為有這樣的威脅，是吧？那伊朗就要先下手為強，我先把庫爾德武裝給收拾一頓，也就防止你到時候你來打我，這叫預防性打擊。根據彭博社報道，巴基斯坦給也門的胡塞武裝畫了一條紅線。路透社報道，巴基斯坦官員警告伊朗，任何對沙特阿拉伯的襲擊都將被視為伊斯蘭堡的紅線。巴基斯坦擔心胡塞武裝不斷升級的襲擊，而非伊朗直接襲擊沙特目標，可能會將其捲入地區衝突。巴基斯坦與沙特阿拉伯簽署了共同防禦協議，根據該協議，伊斯蘭堡已向沙特阿拉伯部署了軍隊和戰鬥機，而這個也門胡塞武裝將瞄準任何可能參與與沙特戰爭的國家的船隻和利益。消息人士稱，如果巴基斯坦部隊參與任何對也門的侵略，巴基斯坦的船隻和利益將被列入打擊範圍。消息人士指出，薩那方面，也就是也門的反政府，也就是胡塞武裝那邊，說不願意傷害
巴基斯坦的船只和利益。但如果巴基斯坦與沙特一起捲入侵略，其利益將被置入危險和打擊範圍之內。消息人士補充說，薩納部隊有能力阻止巴基斯坦在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和曼德海峽的航行，並建議伊斯蘭堡使其經濟免遭損失。這一表態正值薩納與利雅得之間局勢趨向新一輪升級之際。薩納堅持開放薩納機場，不接受沙特的任何限制或條件。同時有消息稱，薩納與德黑蘭機場之間有新航班。你看，這個讓印度的談判就比較難辦了。如果巴基斯坦被转入，那巴基斯坦跟托協軍幹起來，那你說印度对吧？那他幫誰？兩邊都是兄弟，手心上拼手背都是肉啊。幫托協軍，那巴鐵不管了是嗎？幫巴鐵，那你讓胡塞武裝情何以堪？人家還在你這兒流血的，对不对？那盘们都是支持托協軍的，所以說這樣難辦了，非常難辦。這是一場談判燒腦。那美國呢？這個時候又是拱火澆油。美國現在它叫驅狼逐虎啊，但是在拱火澆油。美國悬賞150萬美元，徵集胡塞武裝資金鏈線索。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區經濟近乎癱瘓，卻仍能持續採購大量武器。美國迫切想要摸清其資金來源渠道。美國國務院現已發布懸賞公告，徵集相關情報。美國國務院推出正義懸賞計劃，懸賞150萬美元，徵集也門安薩爾真主運動，就是胡塞武裝資金源頭線索。懸賞金額足額兌付，提供情報者可通過美方保護安置計劃移民他國。也就是你只要提供了情報線索管用，那馬上1500萬美元給你，完了之後還幫你移民，你想去哪兒去哪兒。任何人掌握胡塞武裝金主、金融網絡架構相關線索，均可向美國國務院提供情報，最高可領取1500萬美元賞金，同時有機會申請海外安置保護。美方高度關注也門武裝組織巨額軍費來源，該武裝不僅能襲擊以色列目標，還持續打擊紅海民用商船與美軍艦艇，甚至具備封鎖曼德海峽的能力。胡塞武裝静待伊朗下達封鎖曼德海峽的指令，一旦實施將重創全球經濟。一旦霍爾木茲海峽與曼德海峽同步封閉，全球航運將遭遇前所未有的雙重阻斷。當然了，這是理論上的，實際上有沒有這個能力也不好說。我們還是要看一看美伊雙方內部，這內部的鬥爭更有意思。他們美國和伊朗雙方互掐互揍，實際上現在互相襲擊已經完全恢復到美伊停火之前那叫什麼？那40天轟炸就那種水平了，而且還升級了。為什麼？美國開始炸橋梁、炸民生設施，而伊朗打擊範圍擴大了。他上一輪他沒有炸約旦，好像是沒有炸敘利亞，人家這一輪打擊範圍擴大，而美國轟炸的範圍也擴大了，橋梁、道路、鐵路。都會被炸，所以說這個你看，這不又恢復了嗎？又開始打了嗎？連炸7天，這一個療程。當然，美國說了，說伊朗現在求着要談判，因為他們受不了了，被炸的。但是伊朗那是堅決否認，沒有的事。關於伊朗內部的權鬥那也是非常精彩。最近媒體傳出伊朗內部叫軟政變。什麼叫軟政變呢？兵不血刃，沒有發生流血的政變。媒體說7月13日。德黑蘭傳出軟政變的呼聲，就在美伊衝突不斷、雙方秘密接觸的關鍵時刻，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完成了內部重組，2名極端強硬派的核心人物被直接免職。這不僅意味着極端強硬派在議會內失去了重要的陣地，也預示着主張同美國談判的務實派正在全面掌控局勢。這場伊朗內部的權力衝突究竟會如何影響中東的大棋局？內部清洗。7月13日，伊朗議會召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會議，進行了一次內部選舉。這個委員會在伊朗政治結構中擁有很高的地位，直接參與與國家重大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制定。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在選舉後公布的數據，在此次選舉中，極端強硬派代表人物
叫馬哈茂德·納巴維安失去了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位，就是極端強硬派領導職務沒了，被選掉了。你說這叫什麼事？而另一名極端強硬派典型代表伊布拉辛·雷扎伊也被免去了發言人職務。這個雷扎伊好像是最高領袖的，不是軍事顧問嗎？這两人的免職直接導致極端強硬派在委員會主席團中失去了關鍵的話語權。與強硬派的失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務實保守派代表人物現任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主導地位。在2026年5月25日議會選舉中，卡利巴夫以235票絕對優勢高票連任國會議長，而極端強硬派候選人僅僅獲得了29票。這次7月13日的委員會選舉，實際上是卡利巴夫利用其在國會中的絕對優勢，對關鍵委員會進行了一場人事清理。選舉結果公布後，極端強硬派陣營立刻做出強烈反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的法爾斯通訊社在當天迅速發表文章，公開質疑本次內部投票的合法性，認為你這個選舉不合法。伊朗國際關係學者巴扎爾夏更是直接指出，這次委員會的人員變動實際上是針對國家安全政策發起了一場軟政變。一些強硬派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批評卡利巴夫，指責他為了向美國妥協，正在利用手中的權力清除異己，甚至稱其為獨裁者。極端強硬派之所以在此次選舉中被徹底邊緣化，原因在於他們在過去幾個月採取了過於極端的行為，干擾了國家整體經濟和外交自救的進程。由於新領袖穆杰塔巴與革命衛隊關係密切，極端強硬派曾試圖借此徹底掌控對外決策。今年6月，伊朗政府與美國在瑞士舉行關於臨時停火的談判，並達成了一份諒解備忘錄。這原本是伊朗緩解制裁壓力、改善民生的重要嘗試，但極端強硬派卻對此進行了全力的阻撓。根據伊朗媒體當時的報道，6月中旬，納巴維安在伊朗國家電視台的直播節目中，公然出示了一封據稱是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寫給談判代表團的機密信件。這個電視台把他的直播不是的節目直接給掐斷了，所以說明他們內鬥非常激烈。雷扎伊作為委員會对外發聲人，多次在公開場合指責卡利巴夫對美策略軟弱。今年5月還通過社交平台發出狠話，宣稱本土遭遇襲擊就把濃縮鈾豐度提升至 90%。這類極端表態持續擠壓務實派的外交操作空間。強硬派陣營在投票結果公布之後立即做出激烈的抗議聲音。強硬派雖然在議會核心委員會失去關鍵崗位，但革命衛隊體系依舊保留獨立軍事調度權限，部分軍方高層依舊堅持不妥協對抗路線。後續伊朗高層對外發聲，軍事行動安排依舊可能出現立場分歧。本次人事洗牌沒有徹底消除伊朗政壇的路線對立，只是改變兩大派系在議會外交安全板塊的力量配比。雙方圍繞對美策略和政策的博弈還會長期延續。一個國家在外部高強度軍事對峙階段，內部政壇路線調整會直接改變對外博弈節奏。務實派掌握外交決策，會推動美伊雙方重回談判桌。持續對抗的局面存在階段性緩和可能。任何派系想要長期穩固執政基礎，都不能脫離民眾對民生改善的核心訴求。單純依靠極端對抗言論凝聚支持，只會不斷消耗國家經濟與外交生存空間。雖然失去了伊朗議會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的這個身份，但是雷扎伊還在對外放炮。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雖然不是官方的發言人了，但是人家還照樣接受採訪啊。採訪時他就說了，這個雷扎伊繼續強硬呢。他說倘若美軍在未來2-3天內持續發動攻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武裝力量將不再局限於威懾與反擊層面，而轉入主動進攻、徹底摧毀的階段，跨境追擊
並直接打擊分布在各方境內的美軍基地與駐軍人員。什麼意思？也就是說，雷扎伊宣布，如果美國再繼續打這個伊朗，那伊朗就要不擇手段的反擊了。不光是在中東打擊美軍基地，世界各地，那怎麼打擊？那不就恐怖活動嗎？他導彈也飛不了那麼遠，只能搞恐怖襲擊、暗殺，就這些。特朗普在應該上周二是吧？周三召開了戰情會議之後，特朗普是傾向於加大打擊，不是給了3個選項嗎？一個是什麼炸什麼高山是吧？核隧道。還有一個是派地面部隊佔領哈爾科島，還有炸電廠、橋梁，反正都是要升級。那基本上特朗普目前表現出來，那現在正在做的也是在升級。但是萬斯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還是說轟炸解決不了問題。所以說这個萬斯還繼續他的路線，向外交解決，向綏靖，並且萬斯還指責以色列，說以色列在花錢買流量黑他。萬斯最近在採訪，明顯給自己2028年的大選可能性增加了變數，除非他2028年不參選。這個就在萬斯攻擊了以色列以後，他在接受著名播客主持人叫羅根採訪的時候，萬斯不就提及了《時代》雜誌的一篇最新調查報道嗎？該報道曝光了以色列政府內部某些強硬派勢力暗中砸下重金，在美國本土資助了一場秘密的輿論戰。實際上，這個在美國是吧？媒體行業很多都是被猶太人掌控，他的很多報紙是吧？出名的那些媒體都是猶太財團。萬斯就說自己被猶太人阻擊了，這對萬斯未來的仕途，也就是他選總統，是自己給自己設下了一個阻礙。這猶太的財團是吧？猶太的勢力恐怕跟萬斯之間隔閡會越來越深。當然了，這是美國國內政治，反正人家各種鬥爭那是公開化的，是放在桌面上，按照規則行事，有章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